屬雞嘅朋友，今年咧喺姻緣感情嗰方面咧就要留意翻啦，因為自古以嚟咧都會有咁樣講㗎，一喜擋三災，無喜就是非來。太歲當頭坐，無喜便有禍。自古以嚟咧，原來都中意喺犯太歲嘅年份咧，就沖喜一下，結婚又好，生仔又好，出現呢啲咁嘅變化嘅。所以犯太歲嗰年咧，喺感情上高咧，好多時都出現呢啲變化，拍拖、分手、結婚、離婚，甚至乎生仔都係變化嘅一種。只要克服到負面情緒，唔好轉牛角尖，即使話犯太歲嘅咧，其實感情方面咧都還可以㗎。今年犯太歲嘅關係啦，特別容易心情唔好啦，特別容易積累負面情緒啦，又容易有刀傷車禍啦。化解嘅方法，首先咧就要處理好自己嘅負面情緒先，就要揾一啲正能量嘅朋友，多啲傾偈啊，開解下自己，吸收多啲正能量咧，就容易度過呢個犯太歲嘅年份㗎。最怕咧就係你作為駕駛者揸緊車嘅時候，你精神唔能夠集中喎，一下有咩閃失嘅話咧，車禍就係咁樣發生㗎啦。咁所以作為駕駛人士犯太歲嘅時候，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！